癌症一直是咱国内10大死因之一，患者一个人破病，也影响规口罩。为了要减轻患者压力，健保署对2月初一开始扩大癌症治疗给付。即马直肠癌、结肠癌，还有头癌菌范围的癌症，治疗无限定要用标靶药物、含片抑药物选一个，会当拢总使用，健保也会给付。 癌症一定是国人10大死因，为着健康台湾的目标，和减轻医生甲病人的压力，健保署对2月初一开始放任直肠癌、结肠癌和头壳甲红菌范围的癌症，标靶药物、含免疫药物2个选一个的限制。若2个拢用，健保同款会给付。癌症希望基金会表示。 这项政策开放到今，有差不多2、3千人受惠，帮助这的家庭减轻负担。我们的药物治疗要接轨国际。过去在经费有限下面，珍惜的资源有限下面，开放的过程可能不如大家预期。那未来我们希望这样在治疗的选择能够真正的跟上国际指引。每个月拿出超过10万块的医疗费用，其实不仅仅是压垮这个病人，也压垮整个家庭、病患端、对家属端，他们等于是压力整个解放。其实对于临床医师来说，也是一个解套。医生表示，有55%的患者确诊头甲癌菌范围的癌症，拢已经是末期啊。若治疗无完整，就会影响存活的机会。即马拍开限制，药啊会当斗阵使用，也提升治疗的效果。你拄啊开始用免疫治疗，效果无讲介好，我会当去转变，去用标靶治疗来做伙来使用。所以这就是讲，那像咱咧甲人做作战共款，咱3、4种的无共款的治疗，拢会当做伙来做伙拍，安尼对于癌症的治疗效果会较好。 癌症希望基金会讲，真欢喜看到新的政策落实，让台湾的癌症照护会当更较完善，也希望健保署伫未来会当照顾到其他弱势癌症，让癌症患者拢有医疗保障，延长性命。记者陈心东、谢桂玲台北报道。